去垦丁玩，要怎么去呢？哦，我想想，你们可以先到台北车站坐高铁，坐到高雄之后，可以换搭火茶到屏东。到了屏东之后呢？这个我知道，坐到屏东之后，可以搭公车到市区哦。哦，小蜜会搭公茶。我外婆家在市区，爸爸妈妈带我坐过公车哦。很棒哦。那我们到市区以后要怎么到饭店呢？啊，你们可以搭给厂茶计程车啊。哇，彤彤姐姐，那这样我们4种交通工具都做了耶。真的耶！不过亮亮小蜜，出远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才不会走散哦。好。高铁。亮亮，你有坐过高铁吗？没有哎。火车。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哦，昨天啊，我跟默默一起搭火茶出去玩哦。哇，亮亮会自己搭火茶哦。对呀。给厂茶计程车。亮亮，你猜猜有什么车子是黄色的呢？给厂茶。公车。彤彤姐姐，你会搭公茶吗？会啊。那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搭公茶回家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高铁、火茶、给厂茶、公茶，4种交通工具的客家话你都记住了吗？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我溜，拜拜。